喂，蒲公英，做咩喺度放狗啊？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1連3日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剛會展舉行啦！我嚟探索綠色商機。仲有啊，我呢隻唔係普通嘅狗啊！嚟，俾個 close up 佢。B 二機械狗可以快速360度旋轉、跳躍同埋順滑咁樣用側空翻嘅方式越過障礙物，執行任務嘅時候耗能低，續航能力更加強，有出色嘅地形適應性同埋負載能力。今屆 MICEF 融合守法經濟，連結國際綠色商貿資源，賦能綠色新業態，推動可持續發展。設有5大展區，舉行3場綠色論壇以及5場專題配對洽談，為專家以及參展商創造綠色商機。蒲公英，你喺度等咩啊？等緊我隻咩自己翻嚟啊！嚟，翻嚟啦！呢款自動泊車電動電單車來自陸續陀螺儀同埋傾角感測器，搭配平衡演算法，確保車身自動平衡。用戶可以遠端控制車輛，實現無人駕駛嘅功能。無論係狹小嘅空間定係複雜嘅路況，挪車都變得簡單。哇！呢個係咪傳說中嘅1秒1公里逆冷超充？蒲公英識爆啊！華為逆冷超充技術擁有令人驚歎嘅超快充電速度，最大輸出功率可以達到600千瓦，真正實現1秒1公里。咪你蒲公英，你喺未來之樹上面做咩啊？空氣好，氣候宜人，我要喺度築個巢啊！喂，預埋我喎！未來之樹使用離子交換技術，16公升嘅特製樹脂微粒，每日可以吸收4.559公斤嘅二氧化碳，每個裝置吸碳量約相等於40至60棵生長到5米高嘅樹木吸碳量。2025 MICEF 將成為澳門首次獲得綠色電力證書嘅展會，繼續連結國際商貿綠色資源，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。最後一日係綠色公眾日，公眾可以免費入場體驗 MICEF 豐富多元嘅綠色元素，約定你啦！